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，我係陳海文，我係謝永欣。市民嘅生活負擔又再增加啦，因為九巴同城巴都分別向政府提交申請調整票價。消息指九巴申請加價6.5%，城巴申請加價大約9.5%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下星期5討論。運輸署話會做好把關工作，以審慎嘅態度處理申請。黃展希報導。九巴同城巴喺舊年6月加價之後，今年再申請加價。據了解，九巴提出加幅6.5%，或基於營運情況同成本變化，已經平衡財務上可持續發展嘅需要同市民接受程度。而城巴據悉提出加價大約9.5%，應對燃油同工資等多項成本上漲嘅壓力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加幅過高，希望政府咧善用我哋隧道基金，因為我哋見到咧隧道基金咧九巴有成4.19億喺度，咁而其他幾間巴士公司咧都有幾百萬喺度嘅，咁希望咧呢啲嘅隧道基金咧亦都可以抵消翻嗰個加價嘅加幅，可以支持佢哋加價。咁加就唔好早過明年嘅5月30號，咁有2年啦，2年我實報實銷3.4，咪3.4咯。田北辰又話：巴士每次申請加價要經立法會、交諮會同行會商量，過程擾民，建議用通脹為基礎設立機制，每年調整票價，再參考工資中位數升幅修訂。通脹跑贏工資中位數升幅呢，佢就用工資中位數升幅去封頂，呢個就係正正港鐵嗰個做法。再加埋呢。兩巴而家係睇佢資產幾多，佢加價唔可以加多過某一個百分比嘅，佢有一個咁嘅利潤管制嘅機制嘅。仲要加多呢，就係如果有某一年，如果佢嗰個回報率啊，竟然已經高過通脹呢，就通脹都唔俾佢加。兩間巴士公司上一次申請加價嗰陣，九巴提出加價9.5%，而城巴申請每條線劃一加2蚊，個別路線加幅超過60%。兩間巴士公司最終獲批加價3.9%同4.9%。運輸署話會審慎處理申請，評估嘅時候考慮巴士公司未來成本、收益同回報嘅預測、市民接受程度同負擔能力等等。有線新聞黃展希報導。